李马刀被抓了后，政治单位发现李顺发唔但讲提供多窟事件主脑，但分工金钱、药物，也有收音机这援助。李顺发原本被判刑15年，听报到就介绍手头的时阵，伊认为讲应该以最高刑来重判，因此改判死刑。白色恐怖期间吼，迄判刑判足重，本来是10几年、15年，直接判死刑，吓所有人会惊嘛。啊，所以咱即摆咧讲白色恐怖，这个受害者，为历史的角度来看，事实上拢是这个咱讲的违反比例原则。抑个蒋介石个人的习惯，伊家己动不动伊就家己做法官啊，做军法官家己来判嘛。伊这个做法吼，尾啊吼创造足侪这个无辜的受害者。拜六暗时11点，若是思念，就伫公司大舞台。